咁另外一個我記得幾好嘅 number 又係773，即係7同3組合，我覺得合富輝煌會幾好。咁啊，合富輝煌會快好多。啊，係啦，因為我覺得你方興地產黐咗線，即係走去買塊超級貴地。即係方興地產黐咗線買塊超級貴地之後咧，咁我覺得你應該要買合富輝煌咯，因為所有 asset heavy model 嘅 China developer 都將會面對一個好高風險，就係拍地貴到嘔。咁但係你拍地貴到嘔之下咧，就會對於成個 market sentiment 係煲起咗，咁就會令到反而係經紀一個 asset light model 安全啲，一來安全啲，唔使拍地風險；二來就係個煲起咗嗰個 market 嘅 sentiment 之後咧，對於個經紀業嚟講係有幫助。咁我都特登去問翻嗰啲即係嗰啲地產公司，佢哋覺得合富輝煌點啊？其實好多人咧就調翻轉頭嘅，就中意問合富輝煌嗰啲地產公司點嘅。但係我就調翻轉頭，即係因為我調翻轉頭我就中意問翻地產公司個合富輝煌點。基本上 basically 咧，佢哋覺得咧都係中聯同佢冚嘅啫。咁我覺得都咁啊就 O K 嘅啦嚇，即係等於即係美聯暫時冇乜特別，啲人冇乜 mention 美聯，咁我覺得 O K 啦咁樣，又冇乜 mention 美國嗰間咩 E-House 咁啊，所以其實係應該照計就應該，我覺得呢個就應該業績前應該 O K，所以呢兩個我覺得好啲咯嚇。